望佛百姓，명해山岗太跳呀自强，天空不分模样，乃神梦做英雄，强雄树下脚条，蓝蓝一条下，繁星随意，插脚踏，地比天条。我不懂，我们来这里要干什么啊？你有感觉去变姨娘？根本伊大过天发，理事长我应该都来拿东西啦。你在训练哦？你笑我嘞？根本伊天伊上班。那现在在喊过末哦，第一天上班，现在正在教育啊。其实俺们遇到竞争，唔知根本伊抗议很用的情形啊。不好意思，想请问一下，我们来这里是要拿什么东西啊？现在冇人讲，是彩儿，要不拿？牛市，圣爷要我们拿的东西是牛粪。对呀。大哥，你不是在开玩笑的吧？马上来讲笑，你咪攞呢边抗议师姐啊，你攞一条狗啊，佢时而讲啊，抗议师姐哦，跟他牛市哦，跳到地方哦，不种好款啊，佢昨天表示哦愤怒。大哥说，在抗议现场丢牛粪，是在表达我们的愤怒啦。迄东西啊，咱做不了呀。一间木啊，看去到台中木，吼，唔是生意哈。看这些咯，哎，无喊啦。大哥，大哥，大哥，要我们自己装牛粪。喂，徐明姐啊，臭人眼都到诶，我想请问一下。深夜搞大眼都拿的东西，就是54好，眼的。淑梅姐说，我们要装100袋牛粪带去抗议现场跟他们会合。我们赶快行动吧。恒泰，你还待在那里干嘛？赶快来帮忙啊！我没办法。什么叫做你没办法？我们今天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达成任务，然后赶去跟他们会合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做这种事情啊！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恒泰，你要去哪里啊？你该不会是要扔下我一个人吧？我一个人怎么包这个100包牛粪啊？恒泰，玉和、文山，
包总，一盒是阿里山乌龙，好，2400，刚刚好。安子生呢？你老公住院现在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好多了，医生说他这个礼拜就可以出院了。谢谢你们。对了，你们家宜晨还在百货公司上班吗？是啊，什么事情？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在宜晨工作的那个百货公司的超市买到几盒品质很差的葡萄，所以我是想说叫宜晨去反映一下。好，我一定叫我们一家宜晨去问问看哈。麻烦了。不会，我先走了哈。慢走哈。你有没有凊彩就让你答应啊？宜晨那个办处客呢，个丑事的事情佢冇法吐啦。有咩冇辦法？醫生唔免講記留求4個員工做動數。說那很嘅一門佢要減少咩？有嘛幾好減少誒？我打本記。分機幾多好啊？我唔知。亞玲，來。王醫生嘅分機幾多好啊？我唔知呢，我做乜嘅？唔知主nhà幫妹講我係咪醫生聽佢隔壁李媽媽，你丑事分葡萄。莫非都要跟事情打電話本記啦？對啊，個事情打電話本記，佢天馬同歸呢？錯，同歸。我打架書記講一下聽聽，懂夾嘅啦。假同事冇辦法留返本記啦。有咩冇辦法？因為王醫生，王醫生用嘅王醫生用嘅我答應過佢做唔得講啦。乜嘅事情做唔得講王醫生，乜嘅事情問得我亞玲，老實講唔怕。王醫生用嘅乜嘅按照大一家公司，假同事冇辦法老佢講，除非佢冇到一間公司上班。皇上，佢辭職咧？辭職係人講嘅唔係我講嘅姑嫂，王醫生真經辭職咧？我答應過佢做唔得講啦，我乜嘅事情做唔得我係請佢嘅。我書記，書記，我係出去請婦嘅。拜拜妹，拜拜。王醫生，用乜好點辭職咧？家佢早晨和老外講可以上班。你有咩一起反映中我敢唔講？也個事情做就啲嘅。好啦，我啷講什麼啦唔會你太，這條路有時間。姑嫂，你真經爹娘冇嘢辭職咧？我唔知。何英台，你這有梳子、暴狼子、暴騙子、狗毛子、切腿子，你也不愛想做一啲事情，絕對唔可以用。等下昨天我來送你支頭。你講硬我，呀個時間爛人啊！用硬我我，有冇？你講硬用硬我，係冇？我何英泰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去碰牛粪，就算上面有很多矿物质，可以拿来做肥料燃料，是可以再生能源也一样。要我去碰到上面有几千万细菌的牛粪，
还不如叫他死了算了。就算是奶奶要逼我去相亲，我打死不做这个工作。苏梅姐，你打来正好，我直接跟你说我不干。喂，苏梅姐，我。喂，英泰，你们没事吧？我刚刚打给依晨，他都没接。你们还好吗？还顺利吗？是不是有遇到什么麻烦啊？苏梅姐，我不干。哎，你还好吗？刚才淑梅姐打电话来跟我说你遇到麻烦了。你牛粪都包好了。我本来想打算自己拦车下山的，结果我就……哎，你干嘛？你问我干嘛？你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我手机盖在丢到牛粪里面，我还吃到牛屎。我要让你尝尝什么叫做愤怒的滋味。都是牛粪！水！哇！牛粪！今天我们来这边抗议，就是要来表达对公司的不满，对董事长迟迟不出面解决的愤怒。我们今天一定要等到董事长，要他出面来解决，劝薪、解雇，还有无预警关掉中立场的问题。大家讲对不对？对。撤回解雇。撤回解雇，撤回关厂，撤回关厂，撤回解雇，撤回解雇。我们辛辛苦苦工作，却被这个没有良心的老板欠薪水，害大家没有工作。快要活不下去了，这口气我们吞得下去吗？吞不下去。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抗议，就是要老板出面解决，还我们的血汗钱，还我们的血汗钱，还我薪水，还我薪水，出面解决，出面解决，撤回关厂，撤回关厂，撤回解雇。撤回解雇，撤回关厂，撤回关厂。爆胎了。爆胎？那现在怎么办？不知道。我去拦车。你有打算扔下我一个人是不是？不是，我只是想找人帮忙。你有不良记录，谁会相信你啊？我不是因为工作才逃避的，我只是有严重的洁癖，所以没有办法做那种事情。
再说，你不觉得你拿牛粪丢我很过分吗？如果你被同事丢下，一个人包了100包的牛粪，手机还掉进牛粪里面，请问你会怎么做？还有，不仅你觉得牛粪很脏，我也觉得牛粪很脏。可是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啊！当你只想到牛粪很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在现场等待的那些工人们，他们有多辛苦，有多可怜？如果不是因为逼不得已的话，谁会愿意拿牛粪去砸自己的公司啊？那个，我可以帮什么忙吗？你去后面帮我注意一下缆车吧。哦。其实我觉得啊，劳体姆一定没有定期检查车子，幸好是在山路上，如果是在公路上，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你想想看，还我工作，还我尊严，还我尊严，出来面对！经理来了，经理来了，经理来了！陈经理，你出来干嘛？你出来有什么用？叫董事长出来！董事长出来！快叫董事长出来！先生，都快活不下去，叫董事长出来！董事长出来！你们不用等了，董事长今天不会来。不会来？为什么不会来？你们在这里抗议，会影响到总公司其他员工上班，还会影响到公司形象。我拜托你们，赶快离开！你讲那什么话？啊？我们都快要活不下去了，还顾你什么公司形象啊？对啊，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抗议，目的就是给我们一个交代。你们董事长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发薪水？除非你能够决定给我们一个结果，否则我们今天绝对不离开，绝对不离开，绝对不离开，绝对不离开！好，我知道你们的诉求，我会帮你们表达。但是算我拜托你们好不好？现场这么多记者，明天进报公司会很难看，这种场面，我真的很为难哎。你只有想到公司见报会丢脸，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可以当上经理，是多少员工跟你一起努力啊？对啊，就是说，今天在这里的人，有多少是在这间公司做了20几年的老员工？你们这样子恶意遣散，不发薪水，应该吗？对啊，应该啊，也不应该，董事长出来啊！好，该讲的我都讲了，你们退不进去我也没办法。说句难听的话，你们一直在这里不走，是违法的。我可以叫警察来啊！你讲那什么话？叫警察？你太了不起了！我跟你讲，好，哎，我跟你讲，大家冷静，大家冷静，不要激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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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俺老哎，冲进去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牛粪来了，让我们告诉他我们有多么的愤怒。还我薪水！还我薪水！还我尊严！还我尊严！还我薪水！还我尊严！还我尊严！还我
院长，这次真的把我给封不起。还我工作，还我薪水，出来讲，出来面对，出来面对，还我尊严。喂，北妹。李兄，歹势，我顶无限，不过我最近迄拄唔掉。No，还没发生什么个事情。我问医生有老唔讲佢辞职嘅事情冇？佢也有老外讲啊。姑嫂，连唔要提佢辞职嘅事情，也个王医生最近请高分，抢问我意思啊？佢讲唔使哦。姑嫂。想寻到新嘅条路，怎老唔讲啊？你阿爸咩迄安尼老外讲，唔过我越谈越看啊。你阿爸咩真快谈，连医生嘅新公司按怎么嘅名都讲唔清楚。系啊。系啊，听讲佢根本日天已经上班，姑嫂唔伫佢寻到新嘅条路系。我本来打一通电话来，系安问咁地方医生寻到嘅条路。所以好也係快。北妹，希望安用啦。我先打电话本医生问清楚，怎老唔讲。唉，我真嘅要本佢看死。先唔看啦，没事情啦。问清楚先打本问哈，先安用。拜拜。真是可怕的牛粪！我晚上一定会做噩梦。哎，我乖孙呢，你转来呀哈！你根本要替你去上班，娘啊，有问题吗？阿婆为什么这么问？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啊。真的，你看，我有上那个老铁们的网站去查看啊，我看哦。我想讲哦，我拄唔掉冇做的哦。娘，不爱看出来呀哈？怎么可能？阿婆，你忘记了？我跟你说过啦，做过老警员的工作，我已经不一样了。真见有样啊模样。请慢用。感谢你。我想到你食材技术暗好哎，下子场面向向没办法控制，好得你啊。冇啦，我食材重要嘛，要真紧张呢。不过米芳看到大家等饮食的时间，情感唔通。秀米姐，你妈都暗太上，然后我们平时多么穷用呢？就拜哦，哪都唔定啊，做得暗恶。经过亚几年的训练，让他出来抗议哦，那肾上腺素就被卡起来。过年平时机体都负能量。系啊，嘿，生也咩嘿呢？我讲起哦，那放松头，我大家平安无开始，清楚抗议时间，大家就真正坐下来呢。其实比大家用的丰盛呢，唔可以讲神定香嘅神哦。佢哦，要學咗要錄播，我見佢家去醫院，佢對早晨就開始學力度，下次健康呢，健照偏少。
唉，八婶哦，那这狗毛子，还实习3丈呢，但你都在台南，唔定来属于下哎。还有啊，何英泰哦，我没有看到佢啊。俺咩唔知。下次俺有大份，你都冇接，因为呢，唔叫去做牛市有信息冇？都冇信息，唔知几场伊在真经新高分呢，一块4时间，俺就会本给看死，唔到喺牧场已经。兄弟啊，俺唔想啲后辈更加犯法，反正事情解决就好呀。俺还唔知发生乜嘅事情啊，不过来大本佢讲冇接天花，佢当警中呢。系啊。不过俺想听讲伊应该就唔会来。因为咯，佢就有洁癖呢，见到伊说牛屎嘅时间，俺看佢哦，吓到会死。没跟他们说一声就离开，会不会很没有礼貌啊？今天晚上在现场，或许他们会需要帮忙吧。哦，不行，何英泰。你不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吗？既然明天不去上班，劳提蒙事你就别想了吧。喂，淑梅姐。哎，英泰啊，你离开现场了。你回办公室了吗？淑梅姐，我有话想跟你说。我觉得我不适合。你等我一下哦。进来吗？哎，英泰啊，我跟你说哦，办公室的冰箱坏掉了，这才害沈爷拉肚子。啊，你如果在办公室的话，你就去附近的电器行哦，然后找人来修，好不好？可是我。喝汤吗？哎，英泰啊，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哈，冰箱就麻烦你了。庄以晨呢？喂，嘿，小姐，哦，你问那个除湿机哦，有 ，OK。大姐哦，哎，我们现在有现货了，你直接在现场来看了，嘿，好。哎，下面台机，这台是进口还是收回啊？哦，不能生气啊，收你哎，你不能进口的啦。我接电话哈。喂，嘿，哎，敢听。哎，你买的是那个 NT GT 1T 嘛？有，哎，腾哥哪有送去？嘿啊，好。还是，先生，有咩事情？哦，我张炳雄。哦，张炳雄，好，哎，我给你登记一下哈。哎，请问贵姓大名？我姓何。啊，何先生，啊，你那个手机还是家里电话哈？老板，哎，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哦，好，哎，等一下哈。哎，怎么样？那个老板，哎，好，你等一下。哎，先生，我先介绍一下哈，马上来。哎，你刚才讲哈，就是这个白色、灰色。安泰景点，但抢伊10点面，真无合理呢。俺们有问题啊！看你们那里讲乜嘅话？很仔细你上哥，哎呦，三送水哦。哦，好，上哥，希望俺能唔将老公啦。哦，排先哦。拜拜。好的，说对了哈，那个你要
气显哈，比较贤气哈。好，来。哦，海鲜，吉祥，你用贡天妈逛掉呢？来，敬陈总一杯啊！哦，来，陈总，陈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啊，就是我刘师傅说最年轻有为、最有前途的年轻律师肖立祥。陈总，安排麻烦多牵线，要紧。冇啦，是我个考验的，刘长哎，我对你期待同观哦，以后吼，我公司是会考验哦。来，比手。陈总啊，唔挨咯，唔挨啦，唔挨紧啦。我恩家哦，比手。来，小白换你。小白也来，来。哇！想叫我吼，少年的时阵吼，就是歹命啦，才会嫁着一个吼，还要食唔讨趁的查甫人啦。我厝内底吼，阁有4个囡仔等要食青呢，我唔才着爱拍拼做工课，所以伊早无加班费，我嘛忍落来呢。谁知影，伫遮辛辛苦苦做土地人啦，想讲吼体会较快活呗。哪会知影讲吼，即摆连退休金一个薪水吼拢摕袂着，佮甲咱开除呢，无天良啊，佮无良心的啦。阿姨，你唔免烦恼啦。我们一起加油，一定会帮你们讨到薪水，还有你们的退休金的。不要灰心哦。宝贝，可不可以跟你坐下其他呀？会使啊。谢谢。路上各大天橋，也記比來比過去。像彼隻老下子，伊每打到你把手，蘇海後將將是面孔，年年嘅花。就從岸都給樓下住，上下流水上下後天，就從岸都給樓下住，上下老也上下浪咯。人讲崇拜吼，大洋那官司吼，迄肖立祥的功劳，领条家吼，蹲在中面前，何落去呢？陈总啊，老实讲啊，那件官司啊，全就会来做嘅啦。
哦，该怎哦？根本无买经验，做唔来咩？真多嘅时间啦，俺条条，我哋俺条条到面前做面子本钱的，哎，冇办法啦，你条摆吼，俺条刚做律师的，你马开就唔识咩？所以咧哈，会突新人，难免啊 cover 新人呐。哦，赢了这前辈吼，认同好哦，唔系俺人吼，迄个命吼，去主动啊，系无？怎样讲？连佢什么朋友的条路，全都是我帮他找的。蜻蜓啊！哎，哦，来来来，群众拍下。丽霞，秦魔找不到人了，你怎么回事啊？来来来，进陈总，进陈总。群众，来听。李大哥。啊。你个。好啦，你阿伯阿麻烦你，经过矮呛张错。哎莫喏，走，矮呛就好，矮呛。莫了，我收回来，拿出来咧，收回来。坐得。哎呦，无可能，唔系啦，矮蛋啊！收啦，来小白帮忙快点。收回来啦，真紧，收来，汉办矮呛。哦，好了，汉堡，一定，一毛，来，你找。陈总，你想什么？李总，下课饭来了。好，喝多了啊。记得我是小兰。啊，陈总，多点么啊？今晡日哦，讲欢喜啦，汉办哦，矮呛，记得哦。收问吧。你要帮忙记哦。下一次啊，一定是我请。谢谢，欢迎下次再度光临。谢谢光临。就按你同事比较分享，难怪其他的哪里啦？按后生，按孔天，又按福。你看你个压哦，莫压嘞呐！你之前没讲，跟医生在百货公司做了添了卫生，对身体唔好咩？今仔几多点的？咱新条路会较做转无？你放心啦，医生哦有这想法啦。那可能新的公司哦，以后。三来，因为看见的劳资争议的消息。今日下晝有20萬嘅太顯食品工廠嘅員工，其中啲特別是太顯食品總公司頭前來抗議，夾到抗議工廠，最近用嘅，因為到暗號就抗議啊！只知道夾到嘅成本多多困難，還見到提燈有事，而來看他做之前嘅畫面。還我尊嚴，還我薪水，出來面對。阿姐，咁要王醫生啊？係啊。迄生嘞，你叫咩目家啊？有咩照迄老爷着讲人向我抗议啊？唔免老眼讲，行新条路老嘛跟劳工有关系。无上，照迄老人抗议，就会行新条路。我真叫我本人看死啊！今日做安慰他们条路唔要答应，我死了很无啊！丰富西路41号哈。好，记上来哈。好，没问题哈，多谢。轩，你还好吧？啊，没事。怎么这家店里就只有你一个店员啊？对啊，之前同事离职哦，调高勤忙，就说我一个人掌店的。你的电话我还没抽，来，你来告诉我一下你的电话是几号？我的电话是。你帮我介绍这一台吗？哦，好，不好意思。你要看哪一台？好，这台公关机哈。记者俩下同太兴食品总公司嘅老板，俩下是見落見太呢。現場清楚抗議嘅工人，大部分係50-60歲嘅中老年人。今日唔驚暗寒嘅天，初頭兩位主要是要同今日嘅訴求表達出來。
现场有一段动温馨嘅画面，老天们透过一段歌曲来安达工人嘅心，透了个暗寒嘅天时度，未使得感受到温情。不止你不喜欢牛粪，我也不喜欢牛粪。可是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呀。当你只想到牛粪很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在现场等待的那些工人们，他们有多辛苦，有多可怜？如果不是因为逼不得已的话，谁会愿意拿牛粪去砸自己的公司啊？妈，忙衰哦。歹勢啦，我唔記得打電話，因為根本迄周年慶簽名日，姑嫂我唔乃只開始好會騙人呢。百貨公司嘅條路磁鐵唔老愛講就算呢，俺老娘爸很多電視新聞看到，你嘛去抗議現場，娘爸講你嘛去樓梯面上班，唔老愛講清楚。算了，很亮誒。媽，我聽阿湯嚟講啦，樓梯面係專門對勞工還有弱勢族群爭取權益嘅，根本日日都喺抗議，係為幾隻條價惡性倒閉，用本公益薪水，我都真。天光你唔知嘅。爸。之前俺唔知哦，你樓梯面喺做乜嘅？俺咧答應嘅，係俺對面阿妹。你喺外地哦，人喺條路去抗議，我啷講，我冇贊成，天哥就冇去嘅，你聽到冇？爸，抗議才係樹團，樓梯面真認真嘅幫助勞工，要條公義真認真採購誒，本條價惡意之前1分錢都拿唔到，要條橋條嘅事情，領導唔來做，唔一個社會填按當年啲人公司門口抗議，韓本天使協導。本年三看到會見消息啊！有乜嘅好見消啊？我真係啲嘅幫助人啊！你唔係警告我，愛熱心助人，愛關心弱勢係。崇拜抓伊本條價流難，唔對唔係帶佢去理論。還有啊，蔡伯伯條夫法談嘅本人條，唔對唔係帶佢去報警，還跟着你想去調監視器嗎？平時領上有咩個困難，就請唔到參詳。我細細個時間就看到唔到幫助人，一下我有能力，有乜個做唔得啊？我老娘沒讓你睇秀，有一抗議嘛，有一得民事嘛，讓你睇秀懂得奉承嘛，一定要現在兩個冇強出頭問什麼事情咯？我啷講，我頭擺哦就最鬧天使當唔抗議人啊！每朝生意有同嘅生態啊，迄大概暗花了，個三倍唔會太亂嘅。爸，唔係做你安尼講啊！阿爸講都冇唔錯，百貨公司嘅條路磁鐵就算嘅，俺妹冇病一定會臨時請到條路，唔靠你看啊，我考高不考嘛？按照唐工有郵政特考，利用亞機會開始準備公務人員考試咩好啊？要不然唔好講啊，好冇啦！醫生，乜叫我講？聽講你不准過去上班，有睇到冇？你看啊，要是冇醫生，就本人將快睇。上員講，李強，你去隔壁喎？也係崇拜向得意陳總是這個發牌哦。
上摆应该先出嘞。哦，才38000啦，收了收了。哎，常员，老板，你上次帮友辉找那个判例找得不错，友辉这次案子会赢哦，你的功劳挺大的。老板，你过奖了，这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情。你总是要花了不少时间吧？还好，就熬了几个晚上而已。辛苦了，谢谢。谢谢。他们付出了宝贵的青春，相信你一定会照顾他们。结果你有做到吗？如果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社会上的不公不义，我们有必要走到这一步吗？唔通嚟开花店好冇？唔好讲迄个就咪给露天嚟做事好冇？这不只是他们的事，也是我们的事啊。按你的粥有卖给唔抽啊？如果最后是你留下来，我也不意外。早心跳5杯，面跳啦，根本应爱去，来为做事，安做 everybody，爱可。